大家好，我係傻強。今條片我想先用最冷靜、最簡單嘅方式，同你由頭到尾交代一次，尋日屯門發生嘅槍擊事件究竟係點一回事。因為如果連事實都未講清楚，後面任何分析都只會變成情緒。尋日晚上大約7點左右，屯門市廣場一帶發生持刀事件，一名男子喺公共地方揮舞利器，期間一度挾持途人。警方接報到場後，多次發出口頭警告，亦曾經嘗試使用非致命武力，但情況未能受控。喺判斷現場存在即時人命危險嘅情況下，警員向疑犯開槍將其制服。疑犯中彈後送院，其後證實不治。被挾持嘅市民獲救。事件對周邊市民造成極大恐慌。呢件事之所以令人震撼，唔單止因為警方開槍，更因為事發地點並唔係邊境，唔係荒僻地方，而係一個你同我都可能每日會經過嘅商場同公共空間。大量現場影片喺短時間內流出，有人奔跑，有人跌倒，有人驚慌失措，畫面迅速喺社交平台擴散，將原本局限於一個時間、一個地點嘅事件，放大成全城感受到嘅衝擊。到呢一刻為止，我只係交代緊事實，冇評論，冇立場，因為只有喺事實清楚嘅基礎上，我哋先有可能冷靜咁去理解呢件事真正影響嘅係乜嘢。當一件暴力事件發生喺咁日常嘅地方，我哋真正受衝擊嘅其實唔只係治安數字，而係安全感本身。好多人當晚第一時間問嘅，並唔係警方做得啱定錯，而係一條更貼身、更直接嘅問題：而家出街仲安唔安全？呢條問題之所以沉重，係因為佢反映咗一種心理轉變。社會恐慌唔一定嚟自事件數量，而係嚟自事件同日常生活距離突然拉近。當暴力只係發生喺你認知以外嘅地方，你會將佢歸類為新聞；但當佢發生喺你平時食飯、行街、等車嘅地方，你就會開始將佢視為可能發生喺自己身上嘅風險。呢種轉變正正係公共空間安全感開始動搖嘅起點。過去我哋對城市有一種默認假設，商場係安全，地鐵係安全，住宅區附近係安全。呢啲假設未必曾經被講出口，但佢哋一直支撐住我哋嘅日常行為。當一件需要警方開槍制服嘅事件發生喺呢啲地方，呢套默認假設就會被撼動。一旦被撼動，人心就會開始出現連鎖反應。你會開始諗，如果今日係屯門，聽日會唔會係其他地方？如果呢啲事可以發生喺商場，仲有冇所謂安全嘅公共空間？呢啲疑問未必會即刻轉化成行為改變，但佢會慢慢滲入你對城市嘅信任之中。再深入一層去睇，今次事件亦反映咗現代城市公共安全嘅一個結構性現實。越嚟越多城市其實都係依賴前線人員喺關鍵時刻即時應對，去避免最壞結果。警方可以喺危急情況下制止暴力，但制度本身係咪真係有足夠能力喺事前識別、分流同處理潛在風險？呢一點往往冇被認真檢視。當一個社會將安全越嚟越多咁寄託喺臨場反應，而唔係事前預防，實際上就等於默認咗一件事：某啲風險係無法完全消除，只能喺發生嘅一刻由前線人員同無辜市民一齊承受。呢種制度選擇帶嚟嘅唔只係即時嘅危險，仲有長期嘅心理壓力。社交平台喺呢個過程入面扮演咗一個關鍵但複雜嘅放大器角色。即時影片、重播畫面、慢鏡分析，令一件事件喺心理層面被不斷重複。就算你冇喺現場，你都可能因為反覆接觸相關影像而產生一種代入感，覺得自己差啲就成為其中一個。呢種代入感唔會反映喺任何治安報告或者統計數字入面，但佢會真實咁影響你嘅生活選擇。你可能會開始避免某啲地方、某啲時段，對人群保持更高警覺，甚至對城市本身產生一種難以言喻嘅距離感。如果話今次屯門事件帶嚟嘅衝擊只係一宗個案，咁就太簡化咗問題。真正值得我哋思考嘅係，當呢類事件一次又一次發生時，社會究竟有冇能力承受長期嘅不安，同埋呢份不安最終會由邊個埋單？
當公共空間嘅安全感需要靠市民自行調節、習慣同忍受，制度係咪已經將一部分本應由集體承擔嘅風險悄悄轉嫁到個人身上？呢條問題唔會有即時答案，但佢值得被反覆問起。如果你冷靜回睇近年所有涉及嚴重暴力嘅事件，你會發現一個幾乎一樣嘅畫面。事情一開始冇人覺得會失控，直到某一刻風險突然急速上升，前線人員被迫即場承擔所有後果。呢個唔係偶然，而係制度設計嘅結果。警方本身並唔係一個預防系統，而係一個應對系統。佢哋嘅工作唔係喺事前篩選所有潛在危險，而係喺危險已經出現，甚至已經威脅到人命嘅情況下，將損害壓到最低。呢個角色定位注定咗警方永遠只會喺最後一刻出現。所以當市民問點解每一次都要去到咁盡，其實唔係警員選擇去到咁盡，而係制度冇提供足夠空間喺更早階段介入。精神健康支援、社區觀察、跨部門資訊流通，本來應該承接嘅風險，最終全部集中喺同一個現場、同一個時間、同一批前線人員身上。呢種風險集中本身就係一種高風險設計，因為只要任何一個環節承受唔住，後果就會變得極端，而市民亦會直接暴露喺危險之中。再落一層，其實更加關鍵嘅問題係點解風險永遠都係事後先被識別？每一次事件發生之後，總會有人回憶起一啲細節，行為異常、情緒失控、生活失序，但呢啲信號喺事前往往冇一個清晰、安全、唔會將責任推返俾市民嘅渠道去處理。理論上，社區應該係最早接觸到風險嘅地方，但現實係社區缺乏一套可以將觀察轉化為支援，而唔係標籤嘅制度。當講出嚟意味住麻煩、冇下文，甚至反而製造風險，理性嘅人自然會選擇沉默。結果就係風險喺冇被承接嘅情況下慢慢累積，直到某一刻以最極端嘅方式爆發。到嗰時，制度已經冇選擇，只可以靠即時應對去止血。每一次事件之後，社會好快就會出現一套熟悉嘅說法：市民要提高警覺，避免人多地方，留意逃生路線。呢啲建議本身冇錯，但當佢成為唯一答案，就會出現一個危險信號，因為呢代表制度開始假設公共安全可以透過個人調節去解決，由集體承擔慢慢變成各自為戰，由信任公共空間變成習慣戒備周圍。呢種轉變唔會即刻見效，但佢會慢慢改變市民同城市之間嘅關係。當你每一次出門都要預設最壞情況，呢個城市表面上仲運作緊，但內裏已經承受緊一種長期嘅心理消耗。如果將以上所有層面拉埋一齊，你會發現今次屯門事件唔只係一宗暴力案件，而係一次集中展示，當預防機制不足、風險承接斷裂、責任下沉到個人，公共安全就會由制度問題轉化成市民每日要承受嘅心理負擔。當一個城市需要靠市民學識適應恐慌，先可以維持表面正常運作，呢個城市嘅安全其實已經開始變質。穩定唔再係制度提供嘅基礎條件，而係市民用忍受、調整、退讓換返嚟嘅結果。最後，我想留你一條問題，作為今日呢條片嘅真正收結。如果一個城市嘅安全要靠市民長期承受不安、學識同風險共存先可以維持，咁我哋究竟係生活喺一個安全嘅地方，定係只係被迫適應一套將風險包裝成日常嘅制度？